投資界嘅風向標又變咗啦。最近花旗將美股嘅評級由超配下調到中性，與此同時卻大幅上調中國股市評級至超配。呢一升一降背後釋放出點樣嘅信號？難道全球投資格局要變天啊？花旗宏觀研究和資產配置全球主管 Doug Wheeler 喺報告裏邊表示，自2023年10月以嚟，花旗一直俾美國股票超配評級，可而家美股跑贏大盤嘅能力下降得越嚟越明顯啦。呢就好似曾經嘅學霸成績一路下滑，令人不得不重新審視。再睇睇中國股市，嗰可係亮點滿滿。DeepSeek 嘅 AI 技術實現突破，政府又大力支持科技行業，而且股市估值仍然比較便宜。就算經歷咗近期反彈，中國股市對投資者嚟講依舊係潛力股。Wheeler 仲表示，未來幾個月美國經濟方面嘅消息可能冇世界其他地區咁樂觀，至少從戰術角度睇，美國例外論唔太可能短期內捲土重來。佢預計喺3到6個月內仲會有更多負面嘅美國經濟數據出現。花旗呢一舉動正值華爾街新一輪收潮，而家市場越嚟越擔心美國經濟。曾經看似無敵嘅韌性，如今亦都令人心裏打鼓。要知道10多嚟美國經濟韌性一直係股市嘅定海神針。特朗普發動嘅貿易戰、削減開支，仲有佢對經濟衰退可能性無兩可嘅態度，都令投資者心裏嘅疑慮越嚟越大。與此同時，更便宜、更好嘅投資替代品出現咗，呢加速咗資金從美國資產流出。中國 AI 新創公司 DeepSeek 嘅崛起，令美國喺技術領域嘅主導地位受到挑戰。德國大幅增加支出嘅計劃，更係被稱為歐洲政策嘅分水嶺。投資嘅江湖裏，新嘅高手不斷湧現，原有嘅格局已被打破。唔單止係花旗，匯豐策略師一亦都下調美股評級為中性，理由係目前喺其他地方睇到咗更好嘅機會。佢哋仲將英國以外嘅歐洲股市評級從低配上調至超配，認為歐元區嘅財政刺激措施將成為改變遊戲規則嘅潛在因素。呢一系列操作就好似係喺俾全球投資市場重新洗牌。總嘅嚟講，花旗呢次嘅評級調整俾我哋傳遞咗一個重要信號：全球投資格局正在發生變化。美國股市唔再係一枝獨秀，中國股市等其他市場嘅潛力正在被挖掘。